哦，我们大家来练一遍好不好？大家练一遍，来开始。美的色彩，赞美是世间上最好的声音。一时的忍让能换来长久的安乐，一时的委屈能换来最后的成功。各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很简单的话，但是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含义很深。笑容，你看，谁愿意跟一个人臭脸在一起？不会笑，不会笑，那个脸臭臭的，好像大家都欠他好几百万。你看那个脸，就是好像不识好脸色，每天就是好像苦瓜脸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人家谁愿意跟你在一起？所以一个人呐，在一个相处怎么样能够和好？怎么样能够开心心的过日子？笑容很重要，拉近彼此的距离，拉近彼此的距离。所以笑容是世界上最美的色彩，因为有笑容增添了，你看黑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红的蓝色的、紫色，什么样色彩都有，就是因为笑容带来的。笑容带来，所以经常要微笑，自己心情也开朗，然后身体也健康。如果经常烦恼的人呐，各位智慧就障碍了，这障身体一落千丈。所以我们就知道笑容对我们人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尤其要度化众生的法师们，各位有一些大居士们，更应该要具备笑容，更具备一定要经常微笑，看到人就要微笑，知道吗？问候请安呐，大家欢欢喜喜的，大家彼此都结善缘。赞美是世界上最好的声音，经常鼓励人家不要动不动就骂人了，动不动就好像说长论短的，一直在讲这些不好的是是非非的话。我们应该要多给对方鼓励，各位对不对啊？给他加油打气。各位，所以都是在赞美当中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声音了。世间上，如果人家一给他赞叹，他就一直往上，一直往上。如果一句刺激一直打压，甚至一直诽谤的话，他一直堕落，一直堕落，一直受苦。所以一句好话，各位，你看，我们都知道如果给我们这个好话是多么重要，好话是多么重要。给人方便，给人信心，给人鼓励，各位对不对？给人很大的信心，这个很重要。赞美是世界上最好的声音。一时的忍让呢，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呢，有时候往往可能一些不开心的话、不高兴的话、不高兴，但是我们能够忍让，稍微忍让，能够换来长久的安乐，彼此之间不会冲突，不会结怨，那你减少敌人嘛，减少敌人。所以我们一时的忍让，有什么不开心的话看对方可能他的动作他的表情不是我很舒服的，但是我要忍让，不要当时就爆发了，冲怒了，马上就动怒，马上就要什么，好像那个动作就很鲁莽，各位很草率，就这样当场就发脾气。各位，你以后树敌了。这些人以后一定会给你扯后腿，随时随地会障碍你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一时的忍让能换来长久的安乐，一时的委屈，各位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这不公平，这好像对待我讲，内心里面觉得不舒服，但是你一时的委屈能够换来最后的成功，你忍一下，安然度过去，最后你能够待久了，能够好好的跟别人相处，人家敬重你，对不对人家疼爱你，最后你什么事情都很顺利，最后你最后的成功就掌握在你手中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有一时的委屈，不要马上爆发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很重要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很简单，做人的根本道理了根本道理跟各位大家彼此分享
我们随时随地呢，都希望我们莲友们也好，一个修行人也好，都应该在注意这几个重要的事项上面。我们随时提醒自己，鼓励自己，对不对啊？彼此呢，让道场能够兴旺，让所有的社会更加的和谐。好，我们非常深深的祝福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